来看前台北市长民众党的创党主席郭文德涉金花城案、政治献金案，检方是以道理违背职务受诬陷罪，佮公益侵占背信罪来起诉，求刑28档6个月。今仔下晡2点半，一审宣判是合并执行17档，褫夺公权6档。 台北地方法院下晡一审宣判是要求郭文德佮有台北市议员殷晓薇、台北市前市长办公室主任李文忠，佮维金集团的主席沈庆景，4个人都爱到法庭来听宣判。郭文德伫下晡2点15分行入去法院，伊的支持者嘛伫法院外口上冤。郭文德一审是红判17档，褫夺公权6档；殷晓薇红判15档半，褫夺公权6档。 依照选罢法的规定，若一审红判超过10档哦，就袂使登记来参选总统，所以这嘛代表郭文德嘛已经失去2028年总统大选的资格咯。